首先，檢查下你個回收桶，如果佢哋嘅話，就去搜尋難揾控制台，去系統與安全同埋檔案歷史記錄嗰個分頁。如果你有開嘅檔案歷史記錄，咁就會方便好多。但因為我哋開，而且可能你哋有啲人都冇開，就開 Chrome 搜尋 CT Cleaner 之後去 For Home 分頁，再去 Recuva 分頁，佢下載，然後下載免費版本。下載完之後，直接開個應用程式。而家只要咁安裝，等佢完全安裝好就得。而家冇執行 Recuva， 而家佢下一步。如果你知自己刪咗咩類型嘅檔案，可以喺度諗，例如文件或者影片。如果唔記得，就直接撳所有檔案。之後，如果你知檔案原本喺邊個位置，可以直接睇返。如果你唔知，可以嘅，唔肯定，再睇下一步。之後你會見到有個選項可以開啟深層掃描。做深層掃描會用多啲時間，主要係揾返啲好耐之前刪咗嘅檔案，然後就可以開始掃描。而家你見到 Recuva 佢唔夠12秒內揾到42000個檔案。如果你揾唔到你想要嗰個檔案，記住可以再試多次，用深層掃描。